很多人问我 ，Richard 怎么买得到便宜的法拍屋呢？其实法拍屋确实是个捡漏的好机会，但前提是你得知道去哪儿找，也要看懂里面的门道。像 Auction.com 是美国最大的线上法拍平台，各种银行持有的房产都能在上面找到。房源多，价格诱人，多处 access 出售，有的房子连屋都进不去看，所以一定要提前查清产权和维修风险。HUD Home 就更正规了，它是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官方平台，上面都是政府持有的房产，信息透明，还有可能给首次购房和一线工作者优先购买权，但数量有限，有时候地段房况可能一般。Foreclosure.com 就是数据型选手，预法拍、税务拍卖、银行控房都有。订阅后你会看到很多折扣房源，不过信息量太大，你要自己慢慢筛选，别被便宜的价格迷得眼哦。MultiTrack 更适合投资型买家，它提供市场趋势、投资数据分析，帮你看清区域潜力。但平台订阅成本高，学员门槛也不低，适合已经有一定经验的投资者。前几天我还帮一个客人在 Plus Offer 上提交了一个 offer， 邮箱立即跳出提示要付200块，能不能拿下这套房还不一定呢。但这也说明法拍流程里细节很多，稍不注意容易踩坑。Plus Offers 实际上是银行出售 REO 房的系统，很多房源只有像我们这样的持牌经纪人才能帮客人提交报价，所以如果你自己打不开，找不到入口，找个专业经纪人更稳更省心。我遇到太多以为捡到漏，结果捡到坑的例子。法拍屋的确价格低，机会多，但背后也藏了很多隐藏成本，维修、欠税、暂放人，甚至产权纠纷。它就像是一场看似折扣的比赛，你得先懂规则，再看实力。优点：价格低，投资潜力大；缺点：不透明，风险高，周期长。所以我常跟客人说，买法拍屋不是靠赌运气，而是考验你有没有专业判断，有没有靠谱的团队。买房，不管你是自住投资还是换房，都必须清楚每一步背后的逻辑。我相信真正的聪明买家，不是看谁省的最多，而是看谁买之前想的最清楚。我是 Richard Liu， 专注新泽西和宾州的房产，帮你不光买到房，更买得安心。想了解更多美国房地产的真正门道，记得关注我，让你少踩坑，多省心。